梁國雄議員。不過撥款當然係成個問題嘅核心啦。呢個叫刻舟求劍啊嘛。你話哇過去10幾年我增加咗40%嘅支出，喂大佬啊，對社會福利嘅或者對呢個服務嘅水準不停要求高，長者要住院舍嘅人不停多，咁你量度翻嘅時候，你咪刻舟求劍咯。你識唔識呢個字？呢個詞語啊？即係話你將10幾年前我哋對老人服務嘅概念、服務承諾，以至到嗰個範圍影咗相啊嘛，影咗相之後，你攞幅舊相，有人做多啲嘢，梗係死啦！如果係咁嘅時候，你點解你唔影一幅相係10幾年前嘅政府啫？係咪啊？與時並進，你哋成日講噶啦，以人為本。咁到底係你哋嗰個影相法影咗之後，嗰啲人都死咗啦，有啲。即係我聽到答真係好笑啊！你仲要為嗰個一整筆個撥款個歌功頌德喎？羅致光真係我真係羅致光有冇嚟啊？今日冇啊！唔係我就即刻當面鬧佢啊！喂，呢一個根本就唔係以人為本啊嘛，以政府為本啊嘛。咩叫適度有為啫？係嘛？你成日同我哋講數字係冇意思㗎。成日你要我哋香港人進步。咁你嗰啲錢，你咁多錢，29,000億，淨係攞出嚟都7000億，你話同我講話攞億幾，係7000分之一啊哥！嗰啲老人家，我老友劉山青退咗休啦，佢就係做呢啲咁嘅咩嘅啫嘛，即係做老人服佢唔係，佢係做嗰啲精神病患復康，個人都瘦晒啦，有病啦佢而家條腰關。你係咪以人為本啊？你俾唔俾錢啊？叫你做長者服務呢個全民退休又冇錢，做呢樣又冇錢。咁呢個政府有冇承諾㗎？嗱，好簡單。如果有承諾嘅就係話，我要令到乜達到咩嘅水準，你咪泵錢咯，哥。即係等於我有呢個肺癌，唔好話你啦，咁咪標靶治療法咯，化療咯。再唔得咪去馬來西亞飲蠍子汁都要醫翻嗰個人噶嘛，哥。咩叫以人為本啊？你今日耍咩官腔啊？係咪啊？我就唔係好信嗰啲嗰啲機構嗰啲高級嘅人嘅講到明啊，哥。一個人兩條心未為多，係咪？佢整個小金庫咁點啊，哥？你整一個制度，俾咗錢佢監察佢唔到嘅，俾錢加人工都可以唔加㗎，哥。你明明係俾錢加人工都可以唔加嘅時候，咁仲有咩其他公平啦？嗰個項目就係俾錢加人工，佢都可以唔加啦。喂，勞動者嚟嗰啲，咁講咩啊？嗱，我話俾你，你唔翻去，即係你梁振英啊喺度講咩適度有為，我唔該係適度有為啊，哥。我而家問佢啊，佢準備攞幾多錢出嚟改善呢個服務啊？就係今日我哋講呢個啫。佢有咩服務承諾啊？連港英嘅彭定康都及唔上啊！彭定康人都得叻啲啊，就整個服務承諾你睇下，佢篤數啫嘛。你而家篤都唔敢篤啊，哥！呢位長官，我唔該你翻去問一問呢個張建宗，講話天下無敵。你問佢有冇服務承諾？我哋根據個服務承諾嚟制裁佢，冇服務承諾。即係一個細蚊仔話俾老豆聽，話我勤力讀書，不過我考第尾都得，留班都得，我唔會考第20，我唔會由30名考到20，嘥時間啦。我而家問張建宗，佢有冇盡到責任去問阿財爺攞信封？有冇根據實際情況去問財爺攞錢，令佢適度有為，唔好去Starbucks飲咖啡。唔好去睇呢個法國電影，睇下呢個中聯嘅電影。阿嫻姐細個睇嗰啲電影，40年前嘅香港，長鳳山中聯拍嘅電影，吳楚帆做嘅電影，講香港窮人嘅電影。唔好去睇法國電影，快啲去睇。腳內飲黃老吉，
發神經。